中國掟1.2萬億喺喜馬拉雅山腳起一座超級水電站，發電量足足抵3個三峽大壩。呢個消息一發出，隔離阿三哥直接揼晒腳添。早喺1950年呢個位置咧，曾經發生過8.6級超級大地震，地質環境超級危險嘅。但係今日中國偏偏揀咗呢一個逆天位置，準備建一座全世界前所未有嘅超級水電站。一旦呢一個工程順利完工，中國14億人以後基本唔再擔心用電問題。呢個就係雅魯藏布江下游嘅超級水電工程。大家最熟悉令中國人驕傲20年嘅三峽大壩，每年發電量足夠養活7000幾萬家庭用電。而呢個雅霞工程發電量直接係三峽大壩嘅3倍。咁犀利嘅超級工程，點解中國唔早啲起啊？大家都知中國一向都係基建狂魔，超級工程從來都唔怕難。其實呢座超級電站，我哋已經默默籌備咗幾十年啦。呢度係全世界水能最豐富嘅地段，雅魯藏布江由喜馬拉雅冰川一路發源，向東狂奔1000幾公里，去到墨脫附近，突然出現一個180度嘅超級大轉彎。咁呢一個馬蹄形嘅超級大轉彎，距離先至唔夠50公里，但係水位嘅落差超過2000米，相當於6個巴黎鐵塔疊加埋一齊嘅高度。水流超級急，地形險峻到極致。好多人會好奇，環境咁惡劣，工程師究竟點樣開發啊？佢哋出嘅方案，誇張啲講，絕對稱得上水電界嘅登月計劃。一般水電站都係攔河起壩，但今次中國完全唔一樣。工程師唔喺地面攔河，反而直接穿山開鑿巨型嘅地下河道，利用大自然天然嘅超級高落差，將奔騰嘅江水直接引入山體隧道，高速嘅流水衝擊渦輪機組發電，發完電再從山嘅另一邊流出。簡單講就係咧，將成條大河塞入山土入邊發電。好多人聽完覺得唔係就係發個山窿咁簡單咩？憑乜嘢夠膽媲美登月計劃啊？首先呢一個位置超級恐怖，地處6大板塊嘅交匯點，係全球地質活動最活躍嘅區域。板塊不斷擠壓，山體持續移動，大地時時刻刻咧都喺度變化，完全係冇辦法完全掌控嘅。再加上海拔極高，常年極寒，施工設備隨時都因為低溫故障失靈添。施工期山體滑坡啊，地質坍塌風險隨時都會出現，施工難度直接拉爆。除咗技術難題，仲有更加複雜嘅係國際問題。雅魯藏布江流出國境之後，就變成咗印度嘅布拉馬普特拉河，一路流經孟加拉。可以話呢一條河養活咗下游嘅幾億人口。所以我哋一公佈建水電站，印度三哥即刻發晒癲，話中國起水電站唔係為咗發電嘅，係想節流控制下游嘅水源咁話。不過為咗顧及鄰國嘅關係同國際嘅影響，我哋都好負責任咁公開表態。雅霞工程採用純徑流式設計，唔起巨型嘅儲水大壩，絕對唔會減少下游嘅出水量，對下游國家嘅水源影響控制喺絕對嘅合理範圍之內嘅，甚至仲會共享跨境水文數據，帶動下游國家一齊開發水電，實現雙贏合作。除咗技術、外交難題，仲有2大重點難題：生態保護同移民安置。藏東南地區風景獨特，人民獨特，生態環境極度之珍貴同埋脆弱啦。超級工程施工必須兼顧生態保護同當地居民安置，每一步都要做到非常之謹慎。雖然困難重重，但只要全部攻克難題，呢一座超級水電站建成之日，絕對會成為人類能源史上全新嘅里程碑添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期再見。拜拜。